跨越千年嘅足跡，福群家教堂建築物背後嘅信仰故事。一座教堂唔只係一棟建築，而係一段跨越千年嘅信仰故事。追溯福群家今日建築物背後嘅歷史，可以一直返去中世紀教會改革時代。13世紀歐洲教會權力極大，卻陷入腐敗。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勇敢站出嚟呼籲回歸聖經。Found in the Bible, not in the shadows of the church. Silence, you're a heretic! Return to Rome! Return to the Bible! Cast off these corrupt doctrines! 1376年，佢指出真正最高嘅主權係上帝，而非地上嘅人。佢強調聖經至高無上，佢將聖經翻譯成英文，令普通百姓都能親近神。雖然喺死後被教會定為異端，遺體甚至被掘出用火燒，但係真理嘅種子已經撒落。威克里夫嘅思想影響咗波希米亞嘅胡斯 John Huss。胡斯喺布拉格公開宣教，指出得救全屬恩典， Salvation 金 is 錢 by 能 grace 夠 alone 贖罪。 and cannot be bought with money. You must recant your heresies. I cannot recant the truth. 1415年，胡斯被召往教廷審判，雖然無法證明佢違反聖經，佢仍被判火刑。面對死亡，胡斯堅定不移。佢嘅殉道震動咗整個歐洲，引發咗後來嘅改革運動。喺呢場運動中，出現咗摩拉維亞弟兄會 （Moravian Brethren）。呢班信徒極其敬虔且重視宣教。18世紀，約翰衛斯理喺前往北美嘅船上遇到猛烈風暴。當所有人驚慌嘅時候，呢班信徒竟然平靜唱詩。呢一幕深深感動嘅約翰衛斯理，成為咗靈命轉變嘅關鍵。福音嘅火由歐洲傳到英國、北美，最終攞到加拿大。1936年4月26號，一班移民信徒喺溫哥華東58街626號親手建立起一座教堂，亦即係今日宣道會福群堂嘅所在地。當時信徒生活艱苦，但係佢哋同心合意，節衣縮食，親手打造建築。多年後檢查天花，木梁依然堅固如新。回顧呢千年歷史，由威克里夫嘅啟蒙、胡斯嘅血、摩拉維亞嘅熱誠，到溫哥華呢座建築。教堂如果無神同在，只係普通房屋。詩篇127篇1節，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，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，看守嘅人呢就枉然警醒。當信徒持守真理，呢座建築就成為福音延續嘅見證。今日福群堂慶祝50週年，提醒我哋要承接歷代使命。要喺真道扎根，忠心見證基督，先至不負歷代聖徒嘅付出，不負主耶穌成就嘅救恩。